點解我哋會流眼淚？呢個問題睇落簡單，但背後藏住個巨大秘密。你以為眼淚只係濕潤眼睛？錯啦！當你感動、傷心，甚至開心到爆流嘅眼淚，同你切洋蔥時流嘅係完全唔同嘅嘢嚟。反射性淚水主要係水同鹽，用嚟清潔保護雙眼。但情感性淚水呢？佢哋化學成分複雜好多。科學家發現，呢種眼淚含有更多獨特蛋白質、催乳素同應激荷爾蒙。有研究話，佢哋好似身體嘅情緒排毒機制，自動幫你排出積聚嘅壓力同負能量。每次你真情流露地喊一場，可能就係大腦同身體進行一次深度嘅自我修復。究竟呢啲神奇眼淚入面，仲有啲咩未解之謎？今日就同我哋一齊深入探索，徹底揭開情感性淚水背後嘅科學真相。